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网红嘉玲因一家伙啊，和伊真男朋友 AD 老师来指控，讲抢走着伊的频道经营权，搁来涉嫌遭漏税。啊，嘉玲一家口啊4个人，包括伊的爸爸妈妈甲小妹，拢互列为被告，互约谈了后来交保。因为嘉玲进前捌互批评，讲道歉无诚意，所以即届互裁定交保，交出着地检署面对镜头的时阵是90度深深来鞠躬3届。啊，讲若是调故意走漏税，相当会当判7年。穿一套粉红色的衫裤、低帽啊，互调查局的警官带入去地检署。小心！网红嘉玲和前男朋友 AD 老师指控将 YouTube 的频道规划放弃，搁涉嫌漏税。张嘉玲一口罩除了互检调搜索约谈，暗时全部以被告的身份移送新北检候审。姊妹仔的清查也引发着讨论。嘉玲的小妹挂一卡20万的名牌皮包啊，身躯顶的衫也是名牌，超1万块，清查是真轻磅。但为了后一口罩4个人，拢总红彩电交保。谢谢大家关心，我们就是配合调查这样。今仔这回饭店了后，嘉玲的律师带先来到新北检办交保。嘉玲红彩电3万块交保，在律师的陪同下，行出地检署。这是伊红指控涉案了后，头一届面对镜头。可以简单说一下吗？就车前，嘉玲阁鞠躬3摆，红认为讲比较早拍片会实的时，阁较有诚意。因小妹是5万块交保，限制出境甲出海。嘉玲的老爸5万块交保，公司负责人嘉玲的老母上司是20万交保，限制出境甲出海。另外5位证人问为了后被请回。AD现在特别讲什么了？账户的交易明细表都没有办法看到，至少现金部分的交易明细表应该要给我们看。AD 老师本人对嘉玲一口罩红约谈无给出回应。虽然4个人交保，也毋过漏税上悬会宏观切档，检调出手到底是掌握什么？案件继续探烧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